有時候咧，我哋會見到啲食物嘅包裝，譬如啲麵包啊、蛋糕嗰啲咧，個封面會寫住㗎不含膽固醇。咁然後咧，啲消費者就會覺得哇，啲食物咧真係健康啊，不含膽固醇啊。其實係啲商家為咗迎合一啲坊間嘅誤解，因為坊間會覺得膽固醇係一啲壞嘅嘢啊嘛，所以我咁寫，我寫我不含膽固醇，啲消費者咪中意咯。事實上咧，膽固醇咧唔應該被妖魔化，佢唔單止唔係啲乜嘢壞東西，甚至係對我嘅生活咧係極其重要。首先啦，膽固醇咧其實係細胞膜嘅主要構成原料啊。我哋人體咧係由60萬億個細胞組成啦，而細胞膜嘅成分咧就係膽固醇。咁細胞膜咧就可以令到啲細胞穩定啲，避免咧裏邊嗰啲物質咧就外流。膽固醇咧亦都可以協助啲細胞咧從外部吸收一啲必要嘅營養同埋氧氣啦，令到我哋細胞充滿活力。同埋咧，膽固醇咧都係負責回收一啲咧廢棄嘅物質，製造新嘅細胞。呢一啲嘅作用咧，全部都喺細胞膜進行嘅。當我哋體內膽固醇不足嘅話咧，新陳代謝就會出現問題啦，身體自然變差。喺我哋全身嘅膽固醇入邊咧，其實大腦咧就佔咗25%。咁點解咧？就因為我哋嘅大腦咧比其他身體嘅地方咧更加需要營養。如果腦細胞咧缺乏呢個膽固醇嘅時候咧，神經傳導物質咧就冇辦法咧有效咁傳遞噶啦，大腦嘅運作就會受阻。咁跟住咧，我哋就會出現呢個失憶啊、抑鬱症啊等等。咁所以咧，各位觀眾，如果你係有服用呢個降膽固醇藥嘅話咧，你應該會發現其中一個副作用咧就係你情緒變差咗。咁另外咧，人體咧大概有10% 嘅膽固醇咧係用嚟合成咧呢個類固醇激素嘅，其中咧就包括一種咧叫做腎上腺皮質激素嘅物質啊。咁入邊咧都有一種叫做皮質醇嘅嘢。皮質醇咧應該大家都聽過啦，之前嘅健康節目都有介紹，佢叫做抗壓力激素。當我哋身體咧處於高壓力嘅狀態啦，我哋嘅血壓、血糖同埋免疫力咧都會受到影響而變差嘅。咁呢個時候咧，身體就會分泌大量嘅皮質醇咧去對抗壓力。咁呢個過程咧係需要用到咧膽固醇咧作為原料，咁然後咧身體咧就會生產出嚟嘅。咁所以點解咧？我哋話做 body check 嘅時間咧，其實係一個影相咁樣嘅效果，即係當下你嘅狀況。如果你當時嘅壓力係非常之大嘅話咧，你做 body check 咧，嗰個膽固醇水平咧就非常之高。所以咧，如果你因為過往嘅膽固醇指數唔係咁好嘅時間咧，你好大壓力，承受住好大嘅心理嘅陰影，你再做 body check 嘅話咧，下一次出嚟嘅結果咧都唔方好得去邊嘅。咁另外咧，當你身體處於發炎嘅情況啦，都會分泌一種咧抗壓力激素出嚟啊。咁入邊咧亦都要用到膽固醇嘅，呢一啲都會反映喺你個身體報告入邊啦。膽固醇除咗以上嘅用途咧，仲有好多嘅其他用途啊。咁但係我哋講咗2個，大家應該已經明白啦。膽固醇高佢唔係問題本身，佢只不過係一個吹哨人嘅角色咧，話俾我哋知身體出現咗問題。咁所以點解咧？作者咧話我哋咧要針對個源頭啦，而唔係針對個數字咯。